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今日啊，非常歡喜邀請到呢，你係來賓係今天是來個喺你嘅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佢嘅兒童音樂、韓國音樂劇，非常受到大家歡迎哈。你介紹係喺你華語兒童音樂嘅天后，除了音樂上擺喺節目當中，佢講叫你做客家音樂，真緊。今日節目當中想同大家分享哦，你係細細聲來歡迎，你係音樂劇中人謝欣芷先生。大家好，我是謝欣芷，很高興今天又來福氣來了，跟大家分享我的音樂。耶，歡迎先生。接下來呢，今日還有哪一個來賓啊？呢一個先生佢是阿妹啊，佢本身開始有創作唱歌啦，韓國呢沒有開始做戲主持等等哈。所以你客家界啊，你請等一下係這樣寫埋來到節目當中，因為幾時要來唱呢一bài韓語嘅童謠哦。謝謝來歡迎芷怡。大家好，我係芷怡，我係苗栗嘅客家妹，今日都歡喜來到鴉片。耶，歡迎！今天你節目當中哈，我們的欣芷老師就講，我應該也要來做客家的，對不對？好，客家這麼支持你，你也要來愛客家。對，真的耶，言出必行呢。是，真嘅有做嘅哈。等一下同大家來介紹，我兩位很有意思，兩位怎麼樣的緣分，竟然會認識呢？應該就是說，至於我是認識他的，像是前輩，然後呢，他前輩就跟我在聊天的時候就推薦到這位，可是其實那時候我不知道他是客家人哦，然後他只是說我們有一位妹妹很努力，然後他說你要多提拔一下新人什麼什麼的，然後那時候也沒想到他，然後可是我那時候因為正在就是忙着製作新專輯，然後再找客家歌手。然後錄製的時候，就突然這個人的名字又浮上來，我想說，哎，這不就剛好是那個人跟我說的這位妹妹嗎？然後我就才知道說，她原來是會說客家話的，然後我們才拜託她幫我們。太有緣分了，對，按度後呢，哈，故事按呢，就真給就促成你們的合作了，對，所以這一次其實新專輯，在做起來哈，我們回顧這樣子。欣芷老師10年，做了6張專輯，對，1張 DVD， 然後做了2出音樂劇，還不含今年的哈，今年又有其他動作會順飛的哈。那這一次我們做了新專輯，很多 Q 哈衝跳朋友歌，一起唱首朋友歌哈。唐一來就等一下，這一次創作的這個想法是什麼？我過去的幾張專輯呢，都是在教小朋友怎麼樣去愛自己。然後呢，現在因為你知道我們小朋友就是從小 baby， 然後都跟着爸爸在身邊，然後我一直想要覺得說，讓小孩覺得被愛，就是他們要懂得愛自己，或是如何感受身邊的愛。可是隨着他們這個一天天的長大了，然後呢，他們的開始去交朋友了，開始上學了，我就慢慢覺得說，這個愛呢，應該要把它分享出去，所以是時候教他們怎麼樣去愛別人，所以才做了這首一起唱首朋友歌。對。所以我自己在彈了專輯的時間，好每一條歌曲我都有彈嘞。然後我覺得小朋友就是說耳朵要聽到，目睭會看到，韓國心更都會感受得到。像這張專輯裡面，我覺得它圖文並茂，而且這一次其實還有一些巧思哦。幫我們介紹一下專輯。它這張專輯呢，你看這一次其實我所有的裝幀它會變大了，它其實是一個繪本的概念來做的。那欣芷老師平常的話很多，所以呢，當這些話變成文字的時候，一般的那個 CD 裝幀已經沒有辦法融入那麼多文字，所以我們就乾脆把它變大了。那所以因為變大了，就是想要讓小朋友的眼睛注重他們的眼睛，所以字體也變大了。然後裡面就是
有很棒的插画家帮我们做的插画，然后呢会有歌词注音符号，然后会有英文翻译，因为也希望就是说海外的小朋友如果要学中文的话，那他们也要懂得这个歌词的意思，然后每一个都有插画，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专辑的这个侧面的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是家长交战手册，这里面就是除了告诉人家说这首歌曲是谁做的啦、作者啦、演唱者，有一个我写的叫做《给大人的话》。那给大人的话里面呢，他就是会告诉大朋友、小朋友，就是尤其是家长，说你可以怎么样利用这一个专辑里面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然后来跟小孩做一些互动，然后里面也告诉你一些就是小朋友他们应该知道一些乐理啊，或者是音乐的小故事、小知识。哇，东丰富呢！因为呢種專輯地圖哈，除了大家可能都好有這張是雙 CD， 好雙 CD， 所以當然除了地圖有10條歌曲10首歌，另外呢特別也是有故事劇，音樂故事劇，好像就是我們在聽有聲書結合這個圖像繪本的概念。对，它雙 CD 的第一張 CD 呢，它是用一個比較生活化的故事去傳。那我的重點不是很棒，就是高潮起伏那種故事，我的重點是說去引導小朋友去更專心的，可以很馬上去融入這些歌曲。哦，所以大家好好聽哦。這張專輯本大家有當到利用的空間是本大家想用慢聽，韓國配合人哋係圖像都係做得的。所以禮拜呢2、3人的合作地圖呢，當然剛才講到，至於是我們的客家妹嘛哈，客家妹嘛哈，地圖就有一首客家歌曲係 TPA 老先生合作的哈。第一之前談講到根本嘅2、3人。這麼有默契，都穿這個有 summer 有花的這個衣服，可是既然是第一擺見面，係吧？對，第一次見面。之前有彈過先生嘅音樂嗎？其實我係因為愛從呢首歌曲張開始彈先生嘅音樂，就感覺挺神奇，因為係特別做本聲音嘅彈嘅，因為我咪感覺啲背都唔係按單純嘅音樂，啲背都嘅旋律咪輕澎湃，係嘅呢一擺其實會到先生嘅咪做到嘅功課，哎，做埋功課咧。其實之前係Rita姐係咪廣播嘅主持人，嗰時候嗰樣時就認識到嘅阿他爸，就係王永塔先生，還有謝國權先生，係嗰樣時因為。我想雖然我自己會講客家話，不過呢隻東西我要發行嘅，嗰時候我感覺我發行嘅東西就會很認真掉嘅，我專業嘅人來講。哦，錯，老師他很認真做功課。對，就是因為我就特別拜託他，因為我已經為了做了這首就是客家歌的兒歌，我這邊就問了4位老師，然後每位老師的腔調都不一樣，他們跟我講的東西都不一樣。然後問到子瑜的時候，我就跟子瑜說，既然主唱是你，那我們就以你的腔調為主。可是對我說，可是你可以幫我確認嘛，就是說幫我確定一下，說這些詞彙就是以你的腔調是真的這樣做的，或者是說，如果因為我要把歌詞寫下來，那歌詞正確的歌詞要怎麼寫？像鳳梨，我們中文不會講尖刺刺的鳳梨哦，但是因為是客家話，我們就必須要把這個形容詞寫出來。他們嘅尖戳戳嘅鳳梨安尼哦，因為形容詞嘅部分，嗰種是一開始先生寫嘅時係反義寫嘅，嗰時候有啲嘅形容詞係客家話冇講嘅。就我哋係用哪一種方式去形容安尼嘅水果啊、安尼嘅環境啊、安尼嘅心情等等啊哈。嗰時候嗰陣時就貼片問到嘅先生講，我用蠻講章都得符合老師想要傳達嘅意思。然後我再依照就是他們告訴我的腔調，再去調整這個旋律。因為做方言音樂，做方言的音樂不同的是你尤其是要讓小朋友去學習的，你一定要可以讓他很容易的去感受到這個音域跟語言的結合。所以如果你那個再講一個
客家词语它是往下调的腔调，你那个音不能写往上调，因为那个就不是那个语言。耶，对呀，先生讲到重点做方言嘅音咯，就按呢哈，要种专心呢，第一度就有4种冇共用嘅语言哈，你做那种4种方言，就要有法语、国语的、韩国客家话、客语的、福佬闽南语的，各位英文里面有英文的，所以这张专辑融合4种语言，对，它就是一个分享文化的概念。哇，懂好呢。其实呢，至于呢，一谈就知道，懂适合从底度有一条歌，很多懂爱水果这种感觉哈，从青岛水果，所以呢，谈的呀，属歌曲就做得好多青岛客家话的词汇。等下在我节目当中哈，我邀请子瑜唱本大家听好吗？先从来唱一下，因为也稍微懂等一下，唱起来真的很有小朋友的感觉，有没有？也赏先就是蛮单纯的哈。啊，鼓手呢，等一下邀请大家做来来，先从出来弹，自己来唱一下嘅，等一下嘅客家童谣哦。爱水果嘛，要，秦老师，哎呀，刚刚唱歌吼，底都有青岛嘅水果呢，都係當好食嘅。韓國呢唱起來，睇下係咪聽你音樂就好唔？客家話水果名樣嚟講呢，我想安尼就教大家一下好冇？佢既然指引來唱歌吼，你就教險子先生好咧。人家看先生唱得，佢係音樂嘅主創人，佢下本唔錯嘅。唔過呢，係客家話嘅發音可能要較好啲嘅，真係教先生。先生動腔呢，我知道你寫歌曲吼，也寫嘅幫助你對音樂嘅安尼冇共用方言認識越多呢，係嘛？我覺得就是你有發覺這裡面的水果很多彩嗎？有啊，這裡面的水果全部都是客家莊裡的水果。好，你一下想我教大家講乜嘅水果？唔講中文，講客家話。好，榴蓮。榴蓮，沙卡嗎？沙卡是釋迦，對。我現在我好緊張哦，突然被考試。榴蓮，然後水蜜桃，水蜜桃好好吃，好好吃哦。然後還有芭樂，然後有一個我覺得比較難的是甘蔗。對甘蔗，所以其實你看，像我自己剛用唱的來用唱的在回想，我自己在學這個的時候也是，就是一開始如果說是說這個，我當然在寫詞的時候呢，是先把這個客家音記熟，然後才去寫這些歌曲。可是當曲子已經寫完之後，我自己在背這首歌的時候，反而我是要用歌曲來回想這個音要怎麼發。咁樣嚟講，我知道講，其實喺寫方言嘅音樂家講到，其實要了解講，他的講法。一個嗓韻，它的聲韻應該用來講，你這樣做的下出適合它的曲子嘛、旋律嘛，因為人講吧，大家好講牛年，其實有嗓韻咩？好色嘅水蜜桃啊，去有冇共用嘅音講哈。各位老師，你自己在寫這個講亞述愛水果會這個客家的童謠，你自家係你家講先老嘅音彈說，所以你是創作一首歌，你前期的這個學習的。語言要很多的時間嗎？對，要花非常多的時間來學，就是包括，我自己可能要先，其實那時候我就有上網看《福氣來了》，我看了很多集，就是你們在講話的那個
韵律，那一般人在讲话的韵律跟唱歌是不一样的，可是我必须要先抓到说这个一般人在讲话这个节奏，因为毕竟我们在教小朋友东西的话，你还是要让他觉得说这个语言是可能爸爸妈妈会讲给我听的，或者是那个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会讲的。然后呢，我听了很多人讲话之后，才开始去把这个歌词跟这个音乐把它对在一起。对，我 get happy 了。对，就所以它除了是腔调的那个音程，我要去照着这个语言本身来调整之外，还有就是那个节奏，就是你不能，我们不是有一个语韵吗？像你刚刚讲的是香香的那个，我们不可以就是香香的，或者是这样，就是它的香香的，对，它要有一个这样子的韵下去。比如跟我们说甜甜的甜甜的，我们不会说甜甜的，对，我爱甜甜的，係愛去錄腔啦嗬。所以家下講到因為自己係講試驗腔，嗰時後來先生就用呀試驗腔來寫佢嘅言論。其實嗰樣是你，係誰哦？你錄英語前，然後嗌老先生要大天發功法。哦，就透過電話先講，哎，先生，我念本他，要講按你做對嗎？對，或者老師你有什麼想法，都得溝通。對，我們有溝通，然後他在錄的時候，他甚至有給我提一些建議。他說，這個我們不會這樣子說。那他說，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應該要怎麼樣？我說好，那我們當場改。就很多是他跟我講說，這個字它的腔調是他會怎麼念。我說好，那我們就當場來改這個音，這樣子。對，係啊，跟志雲這個唱吼，因為我哋生活當中就安尼對話嘛，哈，生活是個，不過有的可能你平常時冇一定有講到，哈，像家我咁早要講，我上一行係我會唱嘅，對上去了，係咪安尼咪幫助你對你自家嘅母語，也係講對都可能係歌詞，也係哪一個運用，會喊啊就得心應手安尼。其實我感覺因為大半我就因為好配嘅東西，這樣好多啱嘅東西，就會有意外的收穫。就雖然你客家人平常時是除嘅是水果，不過唔係大隻水果都會講佢嘅名嘅。哦，當初地都有嘅草莓，睇下地講現在大湖的草莓哈，全部做到當好。我地講北西人強要講吃婆嘅，從我海量我都是講草莓。我啲南部嘅佢就出講草莓，嗰時冇像嘅地方講法有啲冇相同哈。我也擺當初因為嘅安尼講法，可能就語言嘅關係，咪直接講草莓，也咪係做得嘅呢，咪係可以嘅。嗰樣是係特別沙上多，因為那係講吃婆人家，可能有啲客家嘅總批會感覺非常到底，但是上係新人愛唱嘅歌曲，嗰時候那係講吃婆人家，剛剛新人可能冇辦法按好記得。還有就是一個，他有沒有辦法跟小朋友直接聯想？因為其實我做這個，我也希望不說客家語的小朋友也會學。那如果他本身不是母語是客家語的小孩，他如果要去學這個草莓，如果是草莓，他會比較容易跟草莓，他會比較容易跟這個我們的中文來聯想，他會覺得說哦，原來他很像，他就學起來了。當然啦，因為按你講吼，咪係做地，因為主要冇咁樣嘅講法，南北啊各地冇咁樣強調，又冇咁樣講法，我都係講吃婆覺得哦，按你輕浮輕嗬。唔過草莓其實從來就唔卡就講草莓啦嗬。我說按你出咗去接觸，係講按你唱唱，唔唱到講我想愛唱呀吃婆，酸甜嘅草莓，酸甜嘅吃婆，按你咪做地啦嗬。大家可以帶入，對不對哈？各位真言動用心嘛，就是有幫孩子，就有的冇咁樣嘅想法都有把它設計進去哦。咁一擺呢，第都10條歌曲哈，當然欣賞每一條歌曲都是他的寶貝，都係佢寫嘅哈。我做啲向欣賞來分享，因為我自己彈起來，我彈到心情這首歌，
我就知道讲，要懂从要，因为人家他搞生意，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情绪教育，好，也讲用来搞生意，他讲 IQ 到 EQ 都并重，甚至你讲 EQ 比 IQ 更重要，因为你老人用的相处，你面对事情拥有的态度也还懂从要的，所以老师我听你要说心情的时间，我觉得我蛮有感动的，好像孩子能够很真实的面对自己，认识自己。对，我觉得这个情绪教育是我们会现在父母渐渐有这个意识，就是我们要就是教小朋友怎么样去表达情绪。可是我觉得在表达情绪的同时呢，你应该要先教他们认识情绪。尤其是小孩，他们其实可能在生气，可是他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做生气，或者是说他在哭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正确的词语是他叫很伤心，那所以他就会一直哭，不然就是一直乱叫。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爸爸妈妈可以跟他讲说，你刚刚是因为冰淇淋掉了，你很伤心，所以他就会慢慢就会学到说因为什么事情他去伤心，这个伤心词汇就是他现在这个感觉。所以这首歌《心情》呢，就是在教大家呢，在教小朋友去认识他感觉到的这一些东西是怎么说，他要怎么说，他要怎么表达，进而当他知道这些怎么说之后，他才可以跟别人分享他的情绪。真嘅，我上来看呀，心情呀，首歌曲讲，无论係我紧张啦，我惊害怕啦，也讲干苦啦，或是烦恼啦，我觉得这都很重要。本大家来谈音乐，就做对同声嘢向下分享。原来我也係感覺很樣嘅心情，我說非常好。嗰種我聽係非常有感動嗬。四條歌曲呢，就有4種無窮嘅感動嗬。等下節目當中嚟繼續同大家分享哦。大家轉到福氣來嚟見半年後，而邀請大家共下來重跳朋友歌，你來做好朋友，台語寫字都走在來談一種專輯吧。應該說，這根本就是音樂有聲書的繪本啦哈。因為呢種專輯呢，欠子先生非常的用心嘛，地都有4種嘅語言，華語、客語、學羅、然後英文，所以透過呢種專輯，我知道除了係一家動活休閒娛樂，我覺得也是很好的教材。老師這一章，剛才你分享到嗬，地都嘅歌曲就有講心情，講生嘢講了解自家嘅心情，面對自家，嗰個這樣做一個係那健康嘅人，因為你認識自己才能夠面對嘛嗬。嗰個我聽呀地都嘅歌曲，韓國一首，我聽下就知道。好感動，尤其係要做爸爸媽媽嘅人，愛會照顧你。平常時睇下可能愛會照顧你，就爸爸媽媽照顧生嘅，也係一定這是天經地義，係我哋嘅責任。我喺地都講到，當初爸爸媽媽冇孩子嘅時候，哥哥姐姐會照顧弟弟妹妹，也係講其實我們孩子沒被關心人哋，沒被照顧人，所以我覺得好感動哦。老師，你有冇想寫安尼嘅歌曲？因為我自己有一個跟我就是非常好的弟弟。然後呢，可是我自己是生獨生子，目前為止我就有一個，所以我一直想要把就是我跟我弟弟那種感情啊，很棒的那種感情，我在想說怎麼樣可以，帶給我的孩子知道，就即使他是一個人，他也可以知道，對，那進而他可能也會可以這樣對他的朋友，或者是他可以感受到哦，原來人家哥哥弟弟的那個是，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小時候很不喜歡人家講說你是姐姐，所以你一定要讓她。哦，我也不喜歡。對，因為妹做姐姐愛太極。對，所以是什麼？就是你要吃什麼東西哦，因為你是姐姐，你就一定要讓她或者什麼的。因為我們被那個故事，我們被這個所謂的傳統對倫理道德框架。可是我覺得這個分享這件事是好事，可是它必須要是互相的。那哥哥跟妹妹，就是哥哥姐姐跟弟弟妹妹的互動，我覺得它也是可以互相的。對，也許弟弟妹妹的年紀比較小，你照顧他多一點，可是反過來，你弟弟妹妹也可以關心你，你知道？我覺得這是一個互相的東西，所以我想要把它這個描寫出來。我超有感覺，因為像我這個係太極，寫時
姐，我就会调试向我老母讲姐姐姐姐，因为讲我不要当姐姐，因为其实当姐姐就基因较太，不过我也下太咧，我知道讲我本来就懂爱我嘅老母老太，我要对佢哋懂好，佢哋咩对我懂好，他们也会多想到我，他觉得啊姐姐比较辛苦，也一个佢哋会懂尊重我，我讲嘅话做得老佢哋。聊心事啊，像子云，你竟然没有懂会姐姐，然后有弟弟，不是你的感情懂好，你还懂我嘅，你就古时候没做过妹妹，没做过姐姐，更有两种心情啊哈。还古时候就做的干所有的就是，无论你是比较年长的，要讲年纪较细哈。是不是能够互相？对，不是我谈一数高考的时间，我只讲迄个做得交本生意的哈，无论係對自家嘅兄弟姊妹，也講希望對佢配上人，就我们在人际的相處上，对，迄講做得同大家就講，做得有安尼嘅同理心啊，我之後也係一個同理心。應該是說手足會是你人生裡面的第一個朋友。对，他是在家庭里面，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就是他是你没有办法不面对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在家庭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的话，手足会是你第一个朋友。所以我觉得他们互相间的那个相处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想要把这个也教给孩子们知道。哇，要从习惯讲到爱分享哈，以前就教大家讲，教生意讲爱。愛一家，好，要種是越來越多教大家愛拍生意，愛分享。種是啲都要數高橋 share，S-H-A-R-E 哈，家自己講非常喜歡要數高橋哈。其實要數高橋從給你就會給在推薦我給知識老師的人 ，Danny 對 Danny 哥，對，呼叫 Danny 哥然後他在錄製的時候，我就在現場，因為嗰陣時係 Danny 哥可以先錄，後來係我要錄音。古時候嗰種是，我禮拜堂都要是個咩出給錄音機嘅時間，然後我就聽到，它是分開，因為 share 他就把每個字母分開來，跟我講個意思，我覺得哦，原來有那麼多的內涵，出給你不會讀，嘿嘿嘿。懂後堂，我們就把 share 這個字 S-H-A-R-E 把它每一個字。把它講一個意義出來，然後是跟分享有關的。然後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個副歌裡面，他說 Find something you love and share it, and find something in common and share it。他就很簡單的告訴小朋友你要怎麼分享，我不知道怎麼分享，你要怎麼分享呢？你就找一個你喜歡的東西，你分享給別人，或是找一個你跟他有一樣的東西分享給別人。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大人小孩都還蠻適用的。真嘅。對，韓國我知道也就使用到攞佢下嘅注解動號 S-H-A-R-E，S is for someone， 其實就係某個人，做的講是每一個人哈。對。H 就係 happiness， 對 ，H 是快樂幸福。對。A 就係 for all of us， 每一個人，大家。係，故所這個是大家都做得來分享嘅。R is Rita， is for return， 這是回饋嘛，就是有那個 feedback 嘛，哈。E is for everyday， 是每天，我們每一天都可以來分享。是。哦，故所我知道安尼小朋友哈，安尼出天呢，做得來分享，咩做得透過歌曲來快樂嘅唱歌哈。其實呢，我看一種時候，我就會想到之前來認識김子先生嗰堂嘅音樂，還有看了你去年的巡迴哦，我就知道講哇，真的大家都很愛，因為有一個他也是就做得好多動歡喜，而且這個兒童音樂劇唔單唱係個小朋友看聽，真人睇完看咩要懂得去收穫，而且他成為大家出來看一段真正巡迴安尼做嘅音樂劇，這個是啦啦啦愛唱歌。孩子唱着幸福的歌，啦啦啦啦啦啦，珍惜美好的時刻，我們一起唱幸福快樂的歌，幸福快樂的孩子愛唱歌，幸福的孩子唱着幸福的歌，啦啦啦啦啦啦，珍惜美好的時刻，我們一起唱幸福快樂的歌，幸福快樂的孩子愛唱歌，愛唱歌的孩子幸福快樂。
好，刚刚大家谈到呢，看到的呢，就是啦啦啦，好唱歌和爱唱歌。我想大家看那个，哇，这个大人小孩都很高兴啊，都很开心，都很享受在音乐会里。嘅景也有么，嘅动也有咯，吼，咁么做唔得。故说呢，2018啲夏季哈，热天时节，是我们太小朋友嘅亲子音乐会。老师，突然介绍一下好吗？这个亲子音乐会呢，就是希望大朋友跟小朋友都一起来唱歌的。然后呢，我们希望把就是大家一起唱歌这个概念、这个感动、这个共鸣，我们大人去演唱会的这个共鸣，也带给小朋友们，所以才把这个音乐会取名叫做演唱会。哦，对，希望大家全场都很嗨的唱起来。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先来听下转息，各位呢，大家都音乐会，大家出咗嚟共下来唱啊哈。然后不会唱的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场都有专门为大家做的字幕。哦，对，所以也可以就像那个卡拉 OK 一样跟着字幕唱。对，哎呀，大家今次哈，特别呢，险子先生叫买呀亲自嘅演唱会嘅门票哈。真的很夸张哈，这个秒杀。我们个代表讲哈，亚哈给爸爸妈妈、老小朋友，大家去懂从事安呢这个所谓的音乐艺术教育。对，哈，古时候大家懂气氛哈，亚拜呢，没开始哈，就有因内列顺序嘅从事，就啲亚8月份、9月份，同大家介绍一下好吗？我们现在就是台北，在台北，那现在是晚上7点半这一场还有票，其他的卖完就走了。对，其他的卖完了，就剩下很零星的位置。才刚刚在台中演完而已啊。对，好，现在我们来到台北。对，然后再来呢，就是在8月24、25呢，我们在高雄。那高雄现在只剩下这个公益专场有票。哦，我们特别讲一下，亚些公益嘅专场，给他意思去讲，它是正常售票。对，去讲几个属盈余，所有的盈余都是捐给我们的伊甸基金会。伊甸基金会哈，就邀请大家共下来做公益的意思，很棒。各位新主没还有票哦，对，新主现在还有票。好，古时候呢，像大家我们可以上网，对不对？对，上网上我们的亲子风潮，就是来看这个票的资讯，还有我的谢欣子爱唱歌的粉丝专业。就到呀，김志先生自己爱唱歌的粉丝专业，就都得看到因内列嘅翻图啊，哈，他有在感受到哈，做乜嘅睇完些子爱共下来欣赏，也共下来唱歌，其实我们就是要一起分享爱哈。还是先生还会继续做下去哈。亚拜人嘅专辑当中有艺术嘅客家童谣，我相信呢，盲人可能會有兩數，也係三數。韓國而家客家話會更進步啊！哈，咩其他先生繼續做好音樂，當然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呀，講嘅後生社會哈，至於哈，其實當認真哈，開始做廣播，韓國開始接觸冇共樣嘅客家咩好，其他咩好嘅表演工作哈，我相信呢，你嘅努力會俾大家看得到，繼續加油，好冇？好，今日再次感謝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我就再一次邀請大家共下來唱條朋友歌了。感謝先生，感謝志怡，謝謝 Rita。咩什麼所有嘅朋友收看今本日嘅節目，係唔係同其他呢？邀請大家共下來支持哦。等下繼續聽你先生來做運動了，上來了。